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当阮疼，当阮真野生的时阵，主你是赐平安的主。感谢主，你每一天、每一秒，你拢牵阮的手，带阮继续向前来跑走。啊，恳求主，你听咱说，透过主你的规矩，互阮会当知影，阮要安怎来持守阮的信仰。阮安尼仰望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今仔日的题目是刺，毋知讲到刺，大家有想到什么？是想到骨刺，还是鱼的刺？讲到刺吼，爱食鱼的人加减有时啊，可能会互迄鱼的刺插着。啊，总是对一寡对保罗，咱拢知影，保罗有时啊，伊会讲啊，我的心上吼有一支刺啊，因为主啊甲我刷走啊。我毋知大家伫恁的心上有啥物款的刺，是互你感觉足难过的，吼做这啊袂顺，做迄啊讲介顺。啊像牧师咧，牧师本身我凊彩算算的吼，保罗一支刺啊，我敢若不能听的。我凊彩算算，我想摕两支啦，吼，我两支，其中有两支刺，其中一个就是对牧师来讲就是台语啦，吼。台语对我讲到，对我即份来讲，台语敢若是我的一支刺。因为我的思想、我的逻辑、我的语言，其实我是华语的，我是外省人，所以先学讲，伫先学的顶面，都有侪专有名词。台语就原本就真袂认得啦，吼，我爱讲一寡专有名词，实在是真痛苦，吼。对我来讲，台语是一支刺。啊，另外一个身躯顶的，身躯顶就是我的过敏啦，无属过敏的体质。像即两天，毋知安怎鼻吼，有够痒的，一直咧拍头手，挡袂牢。啊，即个刺咧，煞袂走啦吼，已经求上帝把我即个过敏的即个体质刷走，嘛是有法度好。到即时即个时间，又安即两支刺，又安踮伫我的心上。是安怎？今仔日的题目要互你的刺，因为士师即个时代，士师记是咧描写，伊伫圣经的规律的中间，伊是伫咧士师记正前，正前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迄个时代，伊是一个算讲有一个领袖甲因带领，摩西甲因带领。约书亚甲因带领是规个12个支派做定去做一寡代志的迄个时代，总是到伫伊进入迦南地了后，当约书亚过身了后，遮的12个支派以色列人开始分开啊！伫迦南地因到伫因上帝互因定着的迄个产业、迄个所在徛起，所以12个支派就开始分开散开。所以士师记内面就是描写以色列人是安怎对一个领袖甲因带领因带进入，因要进入到伫有一个王甲因治理的即个中间，徛即个中间，就是从一个领袖摩西或约书亚的带领，12个支派一起。他们一起去做上帝要他们做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一直到他们要有一个王，他们后来要有一个王嘛，扫罗嘛，他们要像其他国家要有一个王治理的这个时期的中间，刚好是一个过渡转化的一个时期。这个中间要转化这个时阵的，敢若一支刺安尼。插伫咧以色列人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小可无注意吼，这个刺吼，咱捌好刺，鱼的刺安尼插过，人就知影哦，你足艰苦的，刚要死安尼，毋知要去病院还是要吞很多的无法，什么喝醋啊，或什么吞饭啊，什么之类的，足侪方式，总是大家拢足惊。
惊迄个气插掉会当呼吸，会危害我们的生命。你数数你头前的两三章，一数数这个时代，伊对数数这个时代伊个大概一个描写，也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要安怎进入迦南地，要来毁灭迄个所在的一个过程。顶礼拜在讲约书亚记的时阵，基遍人有讲到上帝子民因进入到伫迦南地征战的时阵，是上帝对迦南地的审判。总是咱着爱细日，咱千万唔通将这项代志，唔通因为安尼就将战争来合理化。我们不能因为上帝要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毁灭迦南地的一切，把这个战争合理化。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子的误解，因为很多在历史的顶面做的忠告，就是打着圣战的这个旗号，兴起很多不必要的战争。进入迦南地，将迦南地所有一切要来毁灭。上帝对迦南文化，伊实在是足歹的足恶极的一个文化。是安怎讲呢？伫迦南地的内面，因为迦南文化因有拜一个神，伊特别有拜一个神叫巴力，他们特别拜了一个神叫巴力。好，他们对巴力这个神明的崇拜呢，互因当时迄当阵迄所在的人，他们充满了在权力，他们非常想要拥有个人的权利，为了建权，为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为了贪恋他们的政权，因为压迫弱势人，或用一些手段，他们就是要取得政权。他们在性、在情色的方面也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混乱。他们为了在巴力、迦南地、巴力神明，他们主张什么？生殖力。他们觉得农产就是要万物要繁殖茂盛，对不对？哈，我们做田的人就知影讲，一定像顶一摆罗顺义罗出来，有讲我们花朵要结果啊，花要授粉嘛，好，一定要授粉，不管是用风也好，或者是用昆虫也好，一个授粉的结果就是要结果实。农产就是要强调生殖力。好，那他们为了要强调这个生殖力呢，他们所拜的神明巴力，他们的巴力的庙里面呢就有庙祭。他们透过男女交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表示象征要有生殖力。所以对家来看，因拜迄神，让他们的情欲无法控制，他们甚至于用这宗教的理由来进行各种情色方面欲望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道德。所以对家种种真多，讲袂了，伫迦南文化实在是败坏到上帝已经用咧写的，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将遐个拢毁灭。就算讲迦南文化伫迄个所在，他们的道德水准，各方面是遮尔啊败坏，总是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因所看的，我们人的眼睛都喜欢向外看，但是我们该注意的，不是哇迦南文化如何的败坏，不是一直在讲人家怎么不好，而是首先首先爱注重家己。真做上帝子民，这群以色列人，因要安怎？伫这个环境，永远会当守掉因和上帝利用的这种的身份，
他们要怎么守住上帝子民的身份才是首要的。咱对事事伫头前3章的描写记载，咱会发现一个真可惜的代志，就是迦南文化、迦南人因游玩教因的观念的习惯，迦南文化仍然屹立不摇啊，总是以色列人的。这边进入到伫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安怎？理想的愈来愈远，原本应该爱强调公义、灵敏的以色列人，结果反倒受影响，渐渐因也高举家己，掠家己的利益做大事，压迫弱势人，不讲不义的代志，又源伫以色列的这个族群内面来发生。首先，咱来看今仔一个经文，今仔这个经文第17节到19节，有记载犹大甲西边这两个支派，这两个兄弟支派，因做伙去征战。上帝甲因三个弟弟，因安怎？因19节讲耶和华甲犹大三个弟弟，因就赶出山地徛起的百姓，因就将山地的百姓已经赶出去啊，却无法度。后面佫讲第19节，总是袂赶出边洋徛起的百姓，因为因有铁枪。然后咧，第21节也记载讲，便雅悯人因无法度赶出徛起伫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然后继续，咱这两天看事实地有发现，伫头前三章内面讲着，摩米支派因无赶出迄所在的人，摩米支派。因无赶出迄所在的人，因无法度赶出，无法度完全将迦南人来毁灭，来甲因赶出去。因无彻底来执行上帝的要求，所以是安怎？因为为什么他们没有彻底来执行上帝的命令呢？人性拢是安尼啦，人性拢爱足看家己足有道义，因想讲安尼就好啊。我已经有占领一个地方了嘛，这样就够了。其他的我慢慢再来给他们解决。大家看家己都感觉安尼有道义啊，自认为有能力，已经有能力可以掌控全局。当他们可能只有1/3或者是1/2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另外的2/3或1/2绝对没有问题，他们一样可以像之前一样可以把迦南人慢慢的给他赶出去。所以唔知影，伊这个人性的乱象就亲像亚当当初伊头食会当判断好歹的迄个机制，伊就是安怎？伊想要和上帝同款，对无？伊想要和上帝同款，会当分别啥物是好，啥物是无好。所以人拢有时会常常袂记家己是人，常常想讲家己会亲像上帝安尼遮尔有气力，遮尔有道义。以色列的失败就是对上帝的要求安怎？袂要袂紧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对家己上过有信心，因他们自认为，因是家己袂受到迦南文化影响，最后得到因信用顶面的失败。咱最近唔通小看这个地方的文化风俗习惯。因为遮一定会对咱的信用有影响。咱对咱的台湾，咱看咱台湾民间宗教的信用，对古早
咱看花形的历史好啊，花形的历史，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民间宗教就是观星、观天象啊，七星啊，观星占卜，然后用拜鬼神、观星占卜、拜鬼神。原本其实做遮的代志是对鬼神、鬼还是神会惊鬼，总是最后咧，咱拢看历史的发展，最后不管是观星、占卜、看卦等等的，都成为历代君王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手段或工具，或者是有一些要推翻革命家，会利用这个来煽动民心，成为他们可以改革、可以推翻政权的一个手段或工具。顶年的人，遮尔啊有权力、领袖，都是安尼做，所以下底的百姓就照安尼去学，学来变做啥款？就是讲天地正生明啊！天地正生明，最后是才做服侍人的存在。天地众神成为服侍人的存在。这个神是不是这样啊神哦？这个神明是不是这么的这么的灵验？完全取决于他对人类可以带来多大的利益。外表看起来是人在拜鬼神，总是咧，私底下其实人才是主角。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表面上是我们在拜鬼神，民间宗教就是这样嘛。表面上哇，我们对鬼神拜，可是呢，实际上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这生吼，我若拜哦，你嘛无甲我答应吼，你若无甲我所想的来食的时阵吼，我就换白身啊，我就袂要甲你插啊。拜到最后，人变成主角，所以这种的民间文化、风俗习惯，久长以来诚侪，早就诚侪咱华人文化一部分。因为安尼，所以咱的信仰也常互这种的文化、这种风俗习惯来影响，这对咱的祈祷，就咱看会当出来。有时咱想要借着祈祷来控制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透过祷告来支配上帝。当上帝无要听咱的祈祷的时阵，就感觉讲上帝哦。上帝敢有在听咱的祈祷？拜托诶，我祈祷遮尔久，拢无改变。我爱拜上帝啊，我无爱礼拜，免参与团体啊，什么代祷啊，什么互相彼此安尼关心祈祷毋免啊。我祈祷遮侪年吼，嘛无啥功效。当上帝无听咱的祈祷的时阵，咱有时啊就想要互上帝死头路，却无要反省。伫祈祷的中间，应该爱调整的，其实拢是咱家己啊。袂记你祈祷是掠上帝做头，掠上帝做主。祈祷到一个程度，受到遮的环境、遮的风俗、华人的文化来影响，变做。祈祷到最后，变做是咱人做主体。上帝，咱拢知影，上帝绝对毋是咧为着服侍人咧存在，颠倒是受服侍的对象。上帝啊，绝对毋是要满足咱人类的欲望来存在，颠倒是咱人。爱去满足上帝圣洁、公义、灵敏的这个要求。伫基督信仰的顶面，咱常常袂得过，除了上帝，无一定会听咱的祈祷，无一定会满足。咱伫祈祷中间的求讨，除了遮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已经有改变啦，我已经尽力去调整啊。总是这项代志，
这项代志有关，像一支枪安尼，无法度提走。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碰到的难题，我们之前在读约伯记，约伯遮尔啊好的一个人，对现在对各方面，伊拢对家己足要求的人，结果伊嘛是足凄惨落魄的。要安怎来理解？上帝无应允，定定好天。真多代志啊，毋是咱愿意调整，就会当改变。安尼，咱这个信仰是咧信啥？咱搁回头来看圣经，伫民数记13章有记载，以色列人因迄当阵还伫旷野的时阵，伊有差派一寡人去迦南地安怎偷看迦南地遐的情形，对无？伊有差派12个探子，这11个探子转去看到迦南地迄所在的情形的时阵，因转去安怎来报告？因报告讲阿拉族人、阿拉族、亚纳族、阿拉族的遮个人，有够大汉的大汉，很像巨人，然后等下，阮伫因的感情敢若草莓安尼，遮尔啊细，遮尔啊微细，分娩一个就死去啊！所以因就大家行甲皮皮喘，讲安尼上帝是安怎要互阮过迦南地？结果咧，毋是甲因灭亡，颠倒，阮会互因来杀害。所以伊就行甲皮皮喘，就开始咧乱啊安尼。总是伊当初有一个人徛出来，就是加勒。加勒徛出来讲：耶和华和阮同在，咱毋免惊因。上帝啊，怜悯着回应加勒的信心，讲因为加勒专心稳地我，所以我要带领加勒进入伊所徛去北经过遐个土地，伊的后裔要得到迄个所在做基业。今仔即个经文20节，就是讲伊一定进入到迦南地。犹大支派的领袖加勒果然啊，伫即时一定将阿拉族的人来毁灭、来赶出。今仔即个经文20节讲，因照摩西所讲的，用希伯伦互加勒，伊就对遐赶出阿拉3个囝。加勒将遐个大汉的、大壮的、遐巨人，阿拉族的人赶出。这是加勒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信靠。总是咱讲搁倒去看19节，19节讲，耶和华甲犹大3个弟弟，伊就赶出山地徛起的百姓。总是袂赶出边墉起的百姓。加勒会当赶出阿拉族的人，迄个所在，总是无法度赶出边墉的百姓。是安怎山地的，伫咧山地的百姓会当成功甲伊赶出，总是伫边墉的百姓无法度通赶出。对安尼来描写记载，就知影讲有个所在，上帝互以色列百姓完全得胜，总是有个所在无法度。所以咱爱注意的就是讲19节、19节所讲的是袂赶出。我们看一下经文哦。有2个字很重要，19节的后壁面总是袂赶出。然后咧，21节另外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便雅悯人伊是无赶出。知道这2个词的差别吗？一个是不能赶出去，犹大支派他们不能，翻这华语是不能赶出去。
而卞雅敏支派是没有赶出去，一个是不能，一个是没有。袂将遐个所在、遐个对立赶出，表示讲因捌努力过啊，他们有努力过了，他们已经尽力了。至少犹太支派是用一个跟和对立相对抗的迄种态度来面对伊的对立，毋是亲像便雅悯支派，伊无赶出百姓。便雅悯支派是连赶都无想要赶，就安尼囥，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他们连努力都没有努力，就是放任、妥协。相较于犹大支派，咱看21节，便雅悯人无赶出，伊无赶出对立，伊无饲就放弃啊，伊连饲拢无饲就放弃，得过且过。因的行为、因的行做和因的信心同款，软弱、无坚定，因无坚持。所以咱亚力做首领的犹大这个支派，因的信心的顶面，搁较坚固，搁较徛在。虽讲伫以色列历史发展的过程的中间，咱知影犹大这个支派最后也衰烂去，总是咱知影，伫这个支派的中间，虽讲因经过大黑暗的时阵，上帝救赎的历史由阮伫这个支派来发光。因后壁伊渐渐咱咧看。圣经看以色列的历史，大卫王也是犹大支派，也是出自犹大支派。大卫所建立的王国，是以色列人上强的迄个时阵。是讲最后以色列国家也灭亡，总是搁经过几若世纪的黑暗。最后有一个人，就有正的肉体耶稣，也是对犹大支派来出，伊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咱毋知影上帝是安怎无要互犹大人完全赶出因的对立，就亲像咱常常无明白，上帝是安怎无互咱生活顶面的困难完全来提走。甚至有一种无法度通理解的困难，一直伫咱的身躯边安尼多年。我们不了解，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上帝。有的时候他听我们的祷告，帮我们挪去了一些困难，但是有一些困难就是一直卡在那边，跟他一支刺安尼插掉的。咱无法度理解，总是上帝定互咱。有啥物？有盼望啊，有信心啊。所以信心甲顺服是咱基督徒到信以前，拢爱去注意，拢爱去坚持的一个功课。信心甲顺服，随必咱来思考。若是这支刺是上帝定着。要将伊留伫咱的性命内面的迄支刺，像保罗安尼，咱要安怎？咱要安怎来面对？我想咱遮细中过，有时咱的身躯内面有骨刺，有骨刺的人感觉真袂爽快，有诶较镜头较无遐严重的，可能就是咱着维持一个好的姿势。迄个骨刺可能就袂互介意着。总是若骨刺的镜头若较严重的时阵，安怎徛，安怎倒，安怎坐，敢若拢就要无命。总是即摆骨刺嘛，毋是有岁的人才有的咧，有的少年人嘛有骨刺咧。因为出生，我们的资
姿势没有维持一个很好的姿势，定啊坐的时就，咱有时爱跳骹有无？迄个跳骹吼，跳骹有时咱的就是我们的骨盆可能会歪扭曲，然后长久有可能对我们的腰椎就会产生一些不适啊。即马少年人都定定爱拍打3C， 用3C 产品，定定一直咧拍手机啊，一直安尼拍电脑。这个姿势拢是很长的时间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迄个姿势若是讲是不是真正确的姿势，对骨刺的发生。骨刺要安怎？大部分的人不会想要开刀啦，那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了。最后实在是受不了到一个程度，才会做的手段。你这进前就是努力去调整嘛，去复健科调整家己的姿势，看要安怎 Q 啊，安怎 Q 啊，平常时会坐好，徛好，倒啊爱倒啊真好，一定爱注意嘛。咱爱努力去注意嘛，爱调整嘛。有注意有调整，迄个骨刺会无去无？是会伫个啊。照医学来看，那不适还是会存在，只是我们会减缓它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情形，甚至于我们可以避免它对我们身体产生的那些疼痛感。可是如果我们放任它，出在骨刺就骨刺啊，不管了啦。坐的时阵也是凊彩坐，徛凊彩徛，你姿势也无咧管。游玩是进前安怎姿势是安怎，即马游玩是安怎的时阵，一定会愈来愈严重，一定会愈来愈严重。遐是因为有可能等咱已经有努力拍拼调整的时阵，咱生活顶面的困难又完伫咧。每一个人的困难拢无共款，有的人是心灵、心头的困难。有的人是身躯的困难，有的人是家庭的困难、感情的困难。每一个人的迄支刺拢无同款。有的人也有拿一支刺尔，可能有几若支的刺。总是咱知影，只要咱继续徛在，咱拢无算失败。我们要拿出怎么样的态度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根刺？很重要。咱若继续努力、继续调整的时阵，表示咱还未认输了。我们还没有认输，咱搁和遐的困难搁在对抗。耶和华上帝也继续甲咱保护、保庇、顾守。上帝对保罗讲：“我的恩典是到夜你用，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的顶面显出完全。”所以保罗已经意爱夸口家己什么？已经意爱夸口家己的软弱啊！因为当伊知影，伊实在是软弱的时阵，伊知影耶稣基督的快乐会甲伊帮助，会甲伊扶持。会甲伊治愈，迄支刺虽讲互咱的心灵感觉真痛苦，敢若是一个咒诅，安尼无法度离开咱。总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迄支刺也是一个祝福，敢毋是吗？因为有迄支刺会当提醒，会当催逼咱搁较亲近上帝，催逼咱搁较侪祈祷。催逼咱搁较侪信徒，然后伫这个祈祷的中间，咱会当向上帝来摕到搁较侪咱活过苦难的这个快乐。尤其像诗篇的内面诗人所讲的，咱的肉体虽讲渐渐衰老，总是上帝是咱心内的快乐，是咱的福气，直到永远。当国外的耶稣温度显现的时阵，伊协的
会上热，犹原伫地；伊手掌会上热，也犹原伫地。耶稣替咱所受到的侮辱甲困苦，拢一直拢伫地。上帝无煞走，上帝无将耶稣的痛苦，伊所要面对的迄个苦杯来提走，无。反倒是耶稣透过伊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伊充满着信心的快乐，充满着信心的帮助。借着即种的快乐甲帮助，互耶稣会当搬过十字架的苦难。即种会当搬过十字架的苦难，即种会当赢过死亡权势的快乐，才是咱所爱得到的信心甲欲望。咱伫世间的苦难，耶稣拢知影。耶稣始终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是什么？可能这个苦难会一直跟着我们，可能已经跟很久了，可能是未来式，可能是过去到现在的进行式。不管怎么样，这个苦难，这个气，那是上帝定着。爱藏伫咱生命中的迄支刺，安尼，咱所会当做，就是咱莫认输，我们不要认输啊！咱爱坚持落去，像犹大支派面对迄无法度赶出迄边缘的对立，咱永远爱徛在。我们要用一个抗衡，跟这个世界抗衡，跟这个文化抗衡的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来对抗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困难、煎熬。咱来相信，咱来相信咱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咱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到伫最后，咱一定会和耶稣基督同款，享受着国外的荣光。咱人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时时保守看顾阮的软弱、阮的困难、阮的痛苦。当阮有时甲世间交战久，想要放弃的时阵，阮恳求主，恳求主继续用仁爱、慈悲、扶持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为着主征战，好的征战，伫这个世间永远会当稳稳徛在。我哋嘅祈祷、仰望，拢是符合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